台北市社会局有一个姓刘的查某科员，和男朋友涉嫌伫网络卖毒品。因两个人依照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》移送法办，问话了后20万交保。针对姓刘科员的行为，社会局嘛有召开考纪会，不过因为伊本人无来，依法先甲停职，另一日才搁开。一旦市政明确，我们一定严惩严办，绝不宽待。 绝不护短，未来绝不允许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。台北市长蒋万安讲同话，因为台北市社会局一个姓刘的女科员涉嫌伫网络卖大麻，交易地点搁选伫民众进出办公的市府门口。女科员甲姓周的男朋友两人找人去互检调逮捕约谈，询问了后，故意20万块交保。面对媒体提问，专程逃离礼无讲话。为什么要是在市政府里面贩毒啊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 要不要说明一下？根据了解，30岁姓刘的女子考入去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，任职未满2年。社会局长是讲，伊平时处理业务无特别的各样，是检验到办公室来搜查，才知影部属竟然犯法。非常的一个讶异，因为不论同仁的一个出勤或各项的状况上来讲的话，都还是在一定的一个平和的范围内。 因为大麻是二级毒品，犯罪是10年以上的重罪，行为严重影响市政府的名声。社会局初7下晡嘛召开考纪委员会，联络伊出席表大家身边。不过1点半钟的会议期间，伊本人也是律师都无出现。没有完成所谓的陈述跟申辩的程序，那会再通知当事人，也给予一个合理的时间，择期再开。 那另外，我们现在目前也将现有的关键证据送请惩戒法院审理，并依职权先行停止他的职务。依法爱尊重当事人申诉权利，所以15会召开第2届考纪委员会，做最后的定处决定，相当会予人免职，失去公务人员的身份。不过目前是以停职处分，这段时间也是会当领半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